繼續轉來看咱台灣嘉義的中部鄉呢，昨下晡受一棟3層樓高的透天厝着火燒，因為這燒的所在是加搭起來的鐵厝，裝潢攏是用柴做的，所以這火勢呢是拖到隔壁的教養院，直直等到暗時7點半才總算拍花。消防人員有救出一個30歲的民眾，加在這場火災無造成人員的傷亡。消防人員用機具要甲門來拍互開，準備要入去找還未離開火災現場的民眾。嘉義縣中部鄉車到下晡5點半的時陣，佇中山路頂面有一間透天的樓尾頂着火，而且火勢已經擴燒到隔壁教養院的樓尾頂，煞傳出教養院內底閣有人。他們在睡覺啊，他就都是在通話中啊，通話中。要死啊，不敢唔知人。火燒的所在是樓尾頂閣起的鐵厝，內底攏是用柴做的裝潢，所以一開始火勢就真猛，閣有炭燒的狀況。消防局派到的分隊閣出動分推車來救援，點外鐘的時間才控制火勢，嘛救到隔壁教養院也未離開的民眾。原本那家屬沒有講，那後來詢問再次確認以後，他說有一名男性，那大概30幾歲，那疑似在3樓，還沒有出來。對。那時候我們同仁馬上改變戰略，直接破門，然後進去，然後直接把那個3樓的那個患者把他救下來。消防局表示，這場火災一直到7點半左右才完全拍花，現場計共燒120平方公尺，無造成人員的傷亡。詳細着火的原因，佫需要消防局火調單位進一步來調查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